好的艺术创作总是带给人震撼和感动。荣获过法国凯撒奖的一个音乐作品就是如此的创作。它来自反映藏族文化的电影配乐《喜马拉雅》，是由法国音乐家布鲁诺·库列斯创作的音乐，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库列斯把藏传佛教寺庙中僧人的诵经、藏地民歌与西洋交响乐巧妙地结合起来，用铜号模拟传统的藏族法号，用男低音声部模拟僧人的念诵。他用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传递出那片神秘土地奇特美感与深邃气息，带给全世界观众视与听的双重震撼。只要前奏一响起，仿佛就置身恢宏寂寥的群山之中。这都是因为作者布鲁诺·库列斯对藏文化本身有着高度的解读，才使得给作品披上了一层大气磅礴却又神秘的色彩。当用心沉浸在这音乐中时，能够看到另一个富饶且荒芜的婆娑世界。